那次他们说你用那个上海话唱的那个童话，有，唱2句我听听呗。我知道你是上海人，我不敢唱哎。没，我现在上海话已经忘得差不多了。真的吗？这样。那 OK， 我试试看。OK， 我想。哦，你还要弹的哈？我用弹的，好不好？上海话。无与别人动物里，侬的那个提示，张开双手，别人手帮手弄。侬要相信阿拉喂养动物骨子里，幸福快乐自铁决。压倒下阿拉的解决，是这样吗？老好啊，有对吗？老好啊，很好，很好，我是用背的，真挺好的。